稻米好嘅时代，嘛系高辣味嘅年代。嘅系吃飞嘅年头，嘛系安固嘅年头。嘅系信仰嘅时期，嘛系义父嘅时期。嘅系公民嘅季节，嘛系黑暗嘅季节。嘅系希望嘅春天，嘛系失望嘅寒天。对面了草啊个呀，嘿马了人啊，人工了长啊，演了看了情啊。全都吃遍天堂，而全都吃遍颠倒嘅方向。爱上了高兰呀，红梅有了啦，你闯了我那佛了。亲爱的问山，读了你推荐的《双城记》，徜徉在浩瀚的世界文学大海中，我感觉到无比的丰收。春姑，阿姑，咖啡太感痛了啊！你點嘛計啊？又唔是戀愛歌，跟你要第幾度？我當然啲啊！坐下度呀，開啲呀，坐下度呀。坐下度呀，定然諗啊！甲咱講，佢台燈啊，做該做嘅哦，就要看得出來，他相愛嘅人做唔得強悍，結婚嘅人當然嚴格，唔真你冇愛，難道冇愛戀愛多辛苦？真唔係，人講啊，如果性關度就想去談戀愛咧。
啊哦，你说要结婚的人呢？公要怎么办？你唔讲阻止你冇恩怨。我一陣好，我就冇去慳加本記。啊，凊彩啊！阿姑，有人講啊，來睇今年嘅巡查上線嘅廣告時哦，人有冇人騰空啊？哈哈。显形一笔茶，真坐下来，心坐下来。坐下来，坐下来哦。发尿一笔茶，青口腔粗排邊。好。好，粗排邊冇嘛好，係粗小花較好，粗小花啦吼，粗小花。歡迎。阿姑，你根本都冇躺嚟講啊！你懂潮哎，做你啦。開始啦。行喺阿婆嘅茶堂合適。亲爱的问山，展信月，3月23那天是妈祖生，我想跟你约在妈祖庙门口，一定要来哦。对了，上一次啊，你介绍我听舒曼的《梦幻曲》，听说是舒曼为了听到他心爱的克拉拉说起童年往事，为他所写的曲子。这世界有多少伟大的创作是在爱情里完成的啊？好不容易瞧到这个场子可以赚钱，当帮小舅啦，我这就要走了啦！开始！啊！你看啊，也条发班发得真强呢，迄好彩头。今年嘅春茶一听做得2000年嘅冠军。叶阿爸，做唔得讲出去本堂度，有冇俾人留到眼里全部嘅人，唔俾我欠氣哦。哦，愛啲啦。春茶嘅比賽結果唔見用辦，從在哦也一首呢。伊做暗鋪攏水無落高，今年伊漸漸查中，我拿起臉身，以為親冇面子。乜嘅親冇面子，係眼裏冇面子。我係家妹，你係家婆娘，一家人還會乜嘅你啊我呀？歹勢啦，我去無限。阿姑講，我唔知愛情，唔過愛情係乜解啊？像我阿婆老阿妹嘅情況，感覺唔到佢到日本人愛國嘅面試，但係佢到腳都踢好咧，冇像日本人啲啊。聽人講，阿爸後生嘅時節，唔顧阿婆嘅反對，託好多人嘅阿妹做伴娘。唔過，我問阿妹，愛情係乜解啊？阿妹講。佢仲係戲調做嘅，人啊，聽愛好好嘅講嘢，情啊愛啊，總係倒出來嘅。唔過，我相信啊，阿爸還係愛到阿妹，因為佢從來都唔盼得媽自己。是咪啦？我交代你嘅事情，盼到嘛？放心啦，我都安排好咧。佢兩件事情哦，我幫阿婆睇下，阿婆老咧。然後我俾佢求生樣，佢全就唔掂啊！然後唔係考查好，就是得得獎啊哈！阿伯啊，
迄伊个奉茶哦，伫欧洲有名上，给强茶，订一本没有以后的风评，就说唔可关系哦，唔要做得到好名次啊。有名次还做唔得啦，你还应该体摆啊，代表牛奶好出来比赛啊，当然会打跳命。是啦，会了解啦。结果出来嘛？哎呦，竟然去是韩国来嘅啦！跳绳啊！竟然去遐结局啊！那个市民公法全就有通大。乜嘅花？哦，你丢你讲嘅快花哦。无啦，你啲讲嘢吼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像形容咧啊。个阿婆咧，有冇无老影响我的关系啊？阿婆，迄年有咩神明？大做天盲公，这么喊做也哈，所以人丢人，不给俺落落。你也细妹，你有冇搞人家？公法公安用，啊？菜，来，公法出来哈。用爱用了。阿爸，你让他进去查清楚哦，都在黑用反应啦。哎，哥，哎呦，你也难出用了。你们开去查书特嘞？哈？要不然哟？哎哥，阿妹那地方欠死哦，哥。喂喂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要去哪里？等等我啦！琼英啊，然后没有爱情的婚姻如何白头到老？但是我还是要问，到底什么是爱情呢？亲爱的季海，其实你的问题我也没有答案。舒曼当时爱上老师维克的女儿克拉拉，为了爱情创作了很多感动人心的歌曲。干嘛？干嘛？拍一张照片而已，需要那么凶吗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小舅，你干嘛了？你不要跟着我啦！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跟着你啊？哦，你这臭小子！我一早就看你这样鬼鬼祟祟的，肯定要做坏事。那别说小舅不照顾你啊，你刚刚2下子还是有钱赚的。没想到你这英语老师啊，挺有2下子的啊。钱给你赚了，你回去好不好？不要啊，不要谢了。这地方啊，所有人都可以来，我高兴待就待。是我妈叫你跟着我的吗？我廖成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。是啊。哇，给一点面子嘛！加油！告诉你，今天这里啊，所有的美女全部都会出动。这种小地方的女孩子啊，跟都市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。她们眼睛里啊，透露出一股灵气。我有预感，心目中的女主角一定就在这里。哎呦，我跟朋友约了见面，你别烦了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普通朋友。女朋友？一般朋友。多一般？哦，就一般朋友，你别闹了，快走。你是记者吗？我当然是记者啊，我是台北来的摄影记者，他是文字记者。我们来采访春茶比赛。哪一家报社？中央日报。他是中央日报，我是智利晚报。名片呢？名片我忘了带。你呢？我笑什么啊？没有。
我就知道你们不是这里的人，一定有鬼。色狼！我要去跟我阿爸说，我阿爸跟香袋跟警察局长都很熟，你完蛋了！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色狼。你是色狼！你是色狼！我寄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名著给你，叫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暗夜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意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，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棚，多来也匆匆，一世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犹原样伴奏。相约，像条无歇困的孤桥，寒地也停停来冲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金色汹涌上冲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目针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输信用。他们一见钟情，互许终身的电光石火，也许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吧。见面时带着书，我就可以认出你。一定有问题了。大早评审就讲，因今年比赛去查，就是1号没。来上哦，一天的退房哦，有算的钱啊。输就输脱了没？因你输脱要有风度。我弟每天吼，迄阿哥是一个怀孕啦，乃无阿爸阿妈头摆离家，俺陈某一溜离就会顺顺利利啊。陈某甲家孕，迄你无卡搭3年个，没错在伊3岁开。当初阿姑时，不应怪去做茶的事，因你呀，太开始有经过仓促啊。阿婆，也只来比赛听听啊！因你哦，千万莫都比其他还较好，用少量来肯定阿爸嘅清醒茶，莫那样做嘅冠军啊！他唔嘅事情，真你冇查。就已讲到依错啦，你抵得紧多。阿婆、阿爸、阿妹，
我已经联络好派用台去处理啊，佢等家好，所以留佢吐过来咧。哦，小琪嘛，来，听老毛等来溜溜啊。哦。小贵啊，已经能睡。你准备好啥啊？强姨妈，你莫笑啦，我一天要推阿爸吼，拖张功课来。事实证明，第三行有第三个，你为生意做安排，听说有人比银行较歹啊。係講啊，哎呀，都做得大條命，哎呀，個比賽怎麼敢好按寬鬆啊？你啲講乜嘅安排啊？我用我班基督堂冇啊？朱思明，你講我要幫忙嘅鋪數哦，我一時咧做唔上我啲。不過，演員全部即推做唔得，因為要做無公平嘅比賽，冇聽演員嘅嘅。你冇巴到阿婆唔定叫佢出頭哦，佢哦從來唔講聽聽，佢一曉得的啦。你用我越講我越糊塗啊！唔過啊，二老阿婆吼，佢用強腳啊！那個那邊人哦，偷到你係夾個幸福，會失望啊，變做個幸福嘅那邊人。算了。拜托，一人，哦，你今天的签下签哦。哎，要跑吗？小救我助一臂之力。该不会是他吧？所以你要等的人，完全都没见过。我们是笔友。你书呆子还交笔友？哎呦！没想到啊，你点吃三碗公啊，你也塞哈？乱说话。好啦，今天算你欠我一次啊。我数1、2、3，我们快跑！1、2、3，走！拜託，西蒙睇下，西蒙，我当时想，不管美丑胖瘦，你都是你，我一定要跟你见一面。我哋支持啦！按叫我看到，謝，什麼？啊，拜託，西蒙大哥，謝。啊，拜託，西蒙大哥，謝。怎么？他不是啊？不是。我等不到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准备好。
好的茶，生津止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好事，好事。代表，了解比赛结果你也低啦吼。唔免讲演艺输唔去啦，就大潭厉害，冠军早佢甲配紧样办？但比赛结果安尼，我家己嘛感觉足奇怪。总裁啊，咱的交情哦，我直接白话白讲好啦。得冠军迄个哦，听讲是北部来一个做生意的，大稻埕足出名的宝商呢。乱了！哎，你有人好会查，你有要输20补偿，你有可能的。这唔是紧张啦，迄茶也唔是迄个种的啊啦，伊迄是叫人茶园的茶买来，啊去请迄个调茶师、迄个品茶师，敢签约做半年外呢。甲伊的地当做第一寡迄寡人啊，迄寡师傅，拢喺签约到秘密协定了，秘密协定。你若出面哦，无手甲安尼哦，讲到出声哦，会给赔呢。什么小康家庭，我讲赔个惨死，我来讲，哎呀，这人足凶的。哎呦，讲起来，台北来个生意人有准备来个咯。哎呦，有准备无准备，俺也唔知啊。不过这林先生哦，你人情世面哦，顾甲真条哦，什么礼数哦，哇，应该做甲真正稳。哈，这点哦，我就足敬佩。小贵啊，来东西拿了。代表，你啊吼，你爱到了摆啊，比水去比水场。虽然讲无对种啊，受下了。哦，你下摆去选举啊，那就成果啊，一定会让你支持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的交情，你这个来，摕去海人。是了，点点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迄个做生意迄个吼，商场上足有名的哦，听讲叫做令赏。令赏。那就爱用钱哈，代表，那就麻烦，好，麻烦了，好。我来送哦。啊，你来。没事哈，啊，来先预下啊。放好嘴。你跑这酒？哈！你莫怪你比赛你会输嘛。来，看。哎呀，来哦。快头，喂，快头，都不用来，对不起，林生，最近茶园的白糖还较济，所以做出来的品质当然是不如以往啊。我开遮济钱买茶园，唔是要互你甲我下失礼啦。这摆比赛的地比，我会为调过来。也毋过我希望将来，我茶园出产的茶是全国第一。林生，我看这批茶要全部做废，以免去发现咱这边参加比赛的茶，毋是咱茶庄的茶。做生意有通有了这个道理，我知影。也毋过一出手就了钱，这是头一摆。头家，实在啊，我嘛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。我不爱听恁讲这五四三的啦。我开遮济，请恁来甲我斗3工，是要替我趁钱，毋是甲我下失礼啦。林桑，卖生气啦！我们又不是只做1年的茶生意，这是100年的事业，我们可以再从长计议吗？不要紧啦，种茶跟种田一样，都有天灾的风险，我也当体谅。林桑是急性，你莫囥在心肝内。既然我决定要做这个事业，我马上就要看到成绩。你甲我听好，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我伫咧，我一定爱摕第一，正港的第一。哎，林桑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明宗，
歹势啦，这是小可意思，恁着收起来，收起来啦。头家姓地哦，是有较歹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好人，好头家。临时茶园才刚起步，以后要仰仗我们地方还很多，请你们多多包涵。头家娘，我真正尽力啊。一定会有办法啦，都拜托恁斗相共。燕儿在林梢啊，眼前白云飘。闲云闲不住啊，筑巢筑不了。雁是一种大型水鸟，不会出现在林梢。它如果出现在林梢，翅膀一张开就会被卡住。少做梦，多读书。好吧，你就是缺乏想象力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林梢，妈是燕儿，妈被你困在这个林子里面，想要飞也飞不出去，心甘情愿被你困住，困住，困住。你这个脑袋不好好念书，老是装一些言情小说，考不上大学你就给我种茶去。妈，你这个狠心的人，你怎么舍得让你的小心肝去日晒、风吹雨淋呢？我知道你不会的。别再偷用我化妆品。明天历史考试呢，低于90分，1分打下手心啊。妈，你这样会不会太严格啦？一点也不会。你把小说对白倒背如流，我就不信啊，你历史考不好。最毒妇人心。对，有一天啊，你也会变成这妇人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。不是前天才给过你零用钱的。可是啊，今天我在学校跟同学聊天说方言，没有看到老师啊，就站在后面，一个字1毛钱，所以我的钱都被发光光啦。你说这故事还真长啊。那是当然的喽，爱情故事啊，如果3言2语就能够说得完的话，那就不感动人啦。给我钱。叫恁老师钱害你啦，若无我去校找伊。哎呀，干嘛挑战学校的规定呢？这样会为难孩子的。那钱给你啊。谢。哎，你哥呢？我有哥哥。你说的难道是我那个无缘的哥哥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下去，我的心会碎的。这孩子都高中了还疯疯癫癫的。说不定你的笔友就是这个恰北北的小姐。不可能，我寄了一本书给他，让他见面的时候带着当信物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虽然个性不怎么样，不过的确是个美女。你看这张。那是我拍的好。生气的帅好可爱哦，连等人的时候都……小秀，臭小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偷拍狂，哥、小舅，你们色情狂啦！你不懂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我这个叫艺术，艺术啊，是你这种脑袋啊装不下的东西。假艺术之名，行色情之实，就是你这种人强项啦！喂，你出去不要给我乱讲，我跟你讲。我知道他是谁哦。他是谁？琼瑶的新书即将出版了，
支持文化产业，让爱的真谛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每个人都看得到、听得到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有看过像你这种千金小姐向我这种乞丐要钱的？他是谁？她是啊，我们学校去年刚毕业的学姐，叫做陈琼英。陈琼英。不过啊，要是你对人家有意思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因为啊，他要订婚喽。我没忘啦。茶叶的生意刚开始，我要兼布庄的生意，建设公司也已经开始了，家里需要人手。你告诉他，音乐不能当饭吃。加油，他对音乐有天分啊！都是被你宠坏了。我就不信啊，那个小学校里能够孵出什么天才音乐家？别开玩笑。他还小吗？就让他做他觉得开心的事啊！什么还小？都可以讨老婆了，还小？对了，那个过几天的那个义卖会准备怎么样？你是说潘香淡举办的那场？叫嘉佑也去。我尽量。什么尽量？一定要去。我要介绍几个知名的地方人士给他认识。我会告诉他的。这孩子最近很奇怪，看到我就像老鼠看到猫似的，一句话都不说。这种儿子生来做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上回去日本买的那个叫什么会的？服饰会啊。对，服饰会，把它捐出去义卖吧。这个乡民恐怕出不了这么高价购买，因为参加的大部分都是百姓。那你拿主意了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这批茶你看看要怎么处理啊？你的看法呢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跟品味喝好茶的。我看，不如卖给工厂做成茶包或是加味茶。越来越像生意了。谁叫我是这一人的老婆啊？我老公是赫赫有名的令嫂嘛，我也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嘛。哦。先沏一杯茶，正精神开始路。饭后一杯茶，清口腔做消化。冒汗一杯茶，治嘴燥稀饭路。做汗一杯茶，舒筋骨消疲劳。用饭冇人得数咩？哦，处理好，处理好。阿婆，啉茶嘅人啊，经常会看报纸啊，顶头报纸当好嘅广告，你真好嘅宣传风范呢。这个事情啊，交俾阿爸去做，你呀、准备老师明天份就好嘞。
莫讲记的啦。阿婆，用来去建议啊，我想意见呢，吼。阿婆，这可袂一都听谈的啦，吼。阿婆要茶糖啊，迄全世界最好吃的呢。阿妈应该要留茶糖，上到公告时长臭啊。你阿婆啊，做得死，怎做得退休啊？呸，讲干嘛个法？阿婆安安向上，用做得退休呢，吼。你做要安甜哦，比俺个头个还较甜哦。阿婆，用哪个方法啊？拜托啦。阿婆，用哪个方法啊？阿哥，用这个头看还是咩啊？俺就请新子啊，就头胸肚宽宽啊。你看几多封嘞？我。你哎呀，迄条件会给你死起呢？哎呦，你这家又无收起来啊，怪俺哦。不过吼，迄讲啊，也较细嘞，思想较以后，你看，佢大概是看起来暗温柔，也总个细嘞，也较懂男情哦。你我骗佢啊，讲你无去马祖没有？我都惊啊，迄个佢落雨的，还迄做洋洋嘅人，还迄黑嘟嘟嘅人，我用个啥啦？你讲来讲去哦，你就会用相貌看人嘅人啊。迄个我用相貌看人啊，还迄个我无用去看佢啊。迄个佢真嘅老性地都强用暗号，我还阁中意佢。哎呦，我唔点样会谈恋爱哎呦，最好啊，就俩亚种哦，看起来又充满个感情，就属于不用动了心地度，因为亚种感情最美存40丝，爽足挑眉，无疾而终啦。阿姑，我对3年，起码嘅感觉啊？你问超年的，好，你讲哦，你读到你那个怎么样填字哦，给出现从你附近，你就会感到空气开始改变嘞，给温度没毛汹涌嘞，面风、气喘，还有心跳扎扎跳，我会讲法嘞，骗你，你硬骗你就好嘞，那种表示哦。你冇思春高头，哎呦，好了呀！呀，《问山记海》的爱情故事，明天请继续收看。现在时间已经很晚，请把声音关小一点，因为我要睡觉。好啊，哥，我拢醒来啊！没有见到你，固然失望，但是更增加了想要跟你见面的动力。我真的很想见你。我何尝不是啊？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的。如果可以维持这样一份淡淡的友谊，也是一种相系。我不懂你所谓的相系。如果这一辈子都不见面，是不是也很美？自虐是美，甜蜜是美，你要哪一种？学校开学了，我要回学校去了。
错过也是美。树下。